来自东突厥散阿克苏地区阿瓦特县的艾利·艾贝克为被中国当局拘留或监禁的父母和兄弟作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自2016年以来，他无法与居住在阿克苏地区阿瓦特县4村2组的父母和6个兄弟联系到。他说：“我79岁的父亲阿贝克沙乌提是一名宗教人士，是一座清真寺的伊玛目。他被当局判处7年徒刑。我不知道63岁的母亲的下落。自2016年以来，我和家人的联系中断。我的6个兄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拘留，有的被监禁。39岁的弟弟阿布拉江和我父亲一起被拘留，我不知道他目前的情况。35岁的弟弟于斯普江因学习宗教知识而被判处7年徒刑。29岁的弟弟阿布利科姆以同样的指控和妻子一起被监禁。”艾利·艾贝克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并要求当局公开他父亲与兄弟的情况。同时，他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关注包括他家人在内的数百万维吾尔人的遭遇，并伸出援手。19名美国国会2党议员致函迪士尼总裁查贝克，要求迪士尼解释该公司在制作《花木兰》电影时与新疆安全和政治宣传当局之间的关系。公开信中对迪士尼提出10大疑问，包括质问迪士尼为何明知中国当局涉嫌压迫维吾尔人，仍选择在当地取景。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周五在一份致迪士尼总裁鲍勃·查佩克的信中写道，迪士尼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合作，而这些官员是犯下暴行或掩盖犯罪事实的最大责任者。这样的情况令人深感不安。在花木兰开拍前，已有信息透露关押维吾尔人的拘留营的存在。信中呼吁迪士尼详细说明在拍摄期间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及吐鲁番公安局合作的详细细节，解释迪士尼为何决定要在东突厥散拍摄部分场景。负责观察人权状况并向总统及国会提出年度报告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也在推特上转发了这份公开信，联名致函迪士尼的议员包括共和党参议员鲁比欧。出走美国的前香港大学病毒专家严立梦周五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一个清谈节目访问，誓言会公开武汉肺炎病毒是在武汉实验室人工制造出来的证据。严立梦在保密地点接受访问时声称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他解释，基因组序列就像人类指纹，根据基因组序列就可鉴定病毒源头。他说，我会利用这项证据告诉大家为何病毒源自中国实验室，为何中国就是病毒制造者。严立梦透露，中国当局在他出走前已经开始抹黑他，删除他的资料，并叫人发放有关他的谣言，将他描绘成说谎者、无知者等。中国表示将限制对美国驻华领事馆，包括美驻香港总领馆及其人员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新规定也包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中国各地总领馆的高级外交官员。声明中说，中国支持与美国进行各领域的合作与正常往来。如果美国撤回去年对中国外交官采取的措施，新限制将可以取消。声明中没有提供有关新限制的详细信息。目前，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外交官员在部分地区和大学校园里受到限制。在2019年，华盛顿政府要求所有中国外交官员进行预先注册，然后才能与美国官员会面并访问教育和研究机构。